小心，小心！不用。真子哥哥，你找的功课做好了没？曹文培在幕外读书诵经，一身喜欢。那少年哥，昨夜聆听当三经，所以呀，一个懒觉睡到大天光。你呀，真是个小懒虫。小懒虫，跟随我，我这就去听你这一拿手的新法雷。不要啊！这拆了3分的嫩多多，我才舍不得拆这你。好吧，那你喜欢无敌，我这就去听你打雷。少年哥哥，真子哥哥，你看少年哥哥这份啥劲呀？这份啥劲啊，也是为你高兴哦。你的找功课呢？你呀，咋看我的找功课呀？来，真子哥哥，一边把师傅慢慢唱念，一边用力的使劲囊修成。好些的土地锦囊哦，鲜艳无地上绚丽缤纷，我深深两对翅膀玲珑有神。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好的哦，空是他不管送谁，生怕谁生眼前转子飞真子哥哥，我知道你最喜欢蝴蝶，是啊，所以这个锦囊是我为你绣的。是吗？那我给谢谢你绣出这份珍贵礼物的灵巧双手。这既是用手，也是用心修成的。用心？那我该听听你的心，一定和我跳得一样的快。你的身上有一个我从未闻过的郁郁淡淡的清香呢。我妈妈生前说，这是月亮姐姐撒下的桂枝天香。桂枝天香，怪不得香得特别这样好闻。我妈妈还说，只有真心等我爱我的人，才能闻得到。真心等你爱你的人，那我今天闻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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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闻到了！快，这是个蝴蝶，蝴蝶，喏，好多啊！哎呀，可是它们的翅膀都弄湿了。死了以后，这样它就保不了了。可是我不喜欢被网在网里的蝴蝶。是啊，快把它们都放了吧！都放了，你可知我为咱这些蝴蝶花了多少力气嘛？刚才我遇到了父王，他见我抱得满头大汗，心痛的嘴巴都为了你。可是连他都明白，我这都是为你高兴喜欢嘛。你是为我高兴，可是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，我能喜欢得了吗？是啊，好吧，真是随你高兴，爱喜欢怎样就怎样吧。哦，那我在父王先为夫去了。仲义，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听父王说，你母亲病长大症，30后需要奉旨服药最长城，死去至少3、5年。哦，你快回家做准备吧，从年高退。天哪，怎么说这就要这样？因为你不要紧，
我知道母恩他喜欢你，我去求他留下你吧。啊，不过我母亲她自读色艺，她不会答应我留下的。再说，我是她的独生女儿，应该是很同意。这倒也是。可是这3年5载，该多久多长啊？不管多久多长，我都会想你、盼你、等你回来。啊，这是我母恩送给我的一颗宝子，他说参与危机回来可以走，可以救你啊！我把它送给你，带在身边吧。啊，多谢真子公公。起来。从今以后，我有宝子相伴，就知道你在我的身边。从今以后，我有金王相伴，也是同你在我身边。但等归来重逢，相信兰花生在阳春一去。兰花生在阳春一去。是吧？好，让我们放屁拿在舞蝶吧。好，来。真子哥哥，
什么好消息？哎呀，为这小人小的围巾，王后娘娘刚才吩咐了，下午10夜为他接福。是来，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的凝眉了。哎呀！不过下午开宴，我要等到2个时辰。2个时辰？哎呀，这2个时辰，我该是我熬过啊！凝眉呀，真是故意不是亲生少年，早长成朗朗一声浓知情。宋金道士有张荆棘，望道金也人，东城梦为幻与梦，梦里有男儿混蛋美人子，唱一片属于自己心田地。凝眉啊，历经3年相思苦，有多少知心话要告诉你？历经3年相思苦，我是你上一途送归期。为什么久别重逢在眼前？2个时辰，恰比3年还不孩子，看你等得心情，不是到御花园去转转嘛？到御花园？你进来不是总要捧着锦囊到蓝湖泊去看看墓地，放松心情吗？好，到御花园困不得去。这里不算是蓝湖湾山，阳城一曲，第二片天，父子耕耘，父子耕耘，也真是泥土迢迢九千句，愿长眠
我与你或许在归里是七夕。见过孩子，哎，我还是喜欢你儿子的称呼，记得那日你叫我曾子哥哥。哎，我早是梦想的明媚千里相思永心情，我把这情囊事替还你，大天中都是你，夜来梦里更是你，念的是你，忆的是你，盼的是你，愿的是你，天上云布水中央，花成盈盈万是你。我否你的养
梦里梦外独自你，我心中弥漫着浪荡情，万情。也知老哦，天荒地老人不老。是啊，我现在和你相信，原来是你们两个啊！你们啊，扬州历史千里，一路之上你辛苦了，辛苦倒不怕，这是一路之间这田园欢舞，把心塞不辜负，领在心头。是啊，这也正是我心中隐喻。我与父王不分朝政，一心立不求上奏。我与杨妃无法无天，全权托应。我有朝中大政，欺上瞒下，报喜上有。真是故你从小顺根领袖，是今有个有名，你可要好好规劝进谏呐。是啊，可惜为我真话之间，才招致杨妃记恨，屡屡无言加黑呀。真是哥哥啊，你妹，你不要担心，母后的一句叮咛话，我已刻骨铭心。他是身为王家子，理当心怀黎明，保养庶几。正是谁官高张难免，可在淫威面前，我也就不低头哦。好一个心怀黎明，保养庶几，淫威面前就不低头，是此胆色，向您敬佩。不，倒是为兄敬佩你哟。身为女儿，恰有家国心怀啊！宁妹，我都想和你一起，像那永不分离的蝶儿一样，一起嬉戏，一起飞翔，一起扫风天下。那得我去看看。去吧。哦，真是哥哥。你不要担心，与我谁呢？你们想讨伐吗？滚！老子才不是来讨伐的！你的奴隶，真是堂兄，你宋年哥。宋爷，随着宝剑交情红衣，我新太子就是来捉那杨妃的御刀，正是的。新太子，他怎么会变成新太子？让我见到。哎呦，再见。新太子的父亲应当即王位，正是吧？就乖乖的当新王，知道吗？新王。新太子，你得了他之之位，你还三心领结，二世动官，故作自清啊！不，向你需要无为呀！从年世子不他才，从必想得太子位，乱朝纲要必传言四目不，我不在今天到个机缘来，要必同当结有在我孔子情那
你的父王母怀已经亡归祖庙了。你说什么？王母怀已经亡归祖庙了。父王，父儿啊！少年，请父母上上，民间新剧，民间新剧。红喜丞相，红喜丞相。星光压轴，照鞭炮，诚心登府随我堂，父策了那批生死关，家娃应真话，给呀就给呀，给他就给他，是家有闺女也是花，两朝太子都爱他，结果是杀中天地不是江湖设想，常言无多不长足，为寻配在问的天家上，我宣誓是当作去上。为免正是算中天造余孽，陛下应接受真草之根，增设天下。可你又别着叫陛下所听的呢？哎呀，父王，曾子兄与我们内国父之情，杀他不顾，万万不可。天下差异，正是我也非分明同当，真实无辜。
何况曾逢他在狱中玩假银故事，对万岁宣泄冤恨。哦，真有此事，万岁不信，可选他当堂身份。选正事，选正事。我的礼皮夹带送，咋就上金殿一声争气。小事真是百姓所不大臣，他当正事。万岁加减还口称说服，本当何才？臣所不乃先因国若自强之力，于何不可？万岁，怕了，怕了！这事听说你下才天牢，万贯家营故事，发泄对朕怨恨。啥是怨恨，却有怨恨。所以你听，你听，我怨恨的是死妻不能死身服用，妻妇能制止亚非胡乱，又不能保护李难双亲。今朝天大冤枉，难以洗清，深造其冤，有可不成，倒不是跟随爹娘先下官员，一不小心，发运来龙这去路，生死同根。皇上有权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真是中的鬼门也堂堂正正也。今天智上万事是狂妄嚣张，万岁对他万不能姑息养奸呐！这次你吼他的胆，你以为朕为一念事情不顾枉法了吗？我也不枉。千岁万岁！殿外有一女子是曾日丞相之女香凝，去见万岁。哎呀，万岁呀！臣女不知，就万岁快死，臣这就对他委屈严加管教。慢着，王儿，这香凝就是你常常提起的那个深有异象的女子。正是他和真知道兄都是儿童年最好的伴侣。好，既是丞相之女，那朕倒要见她一见。宣是香凝觐见。香凝叩见万岁，念你平身，谢万岁。你是为正事求情来了？三日来，既为真子求情，更为万岁敬意。好，念你坦诚诚言，正是你不对，请管将来。万岁永禀，三女相迎，今迎皇上，亚非传君护心万丈。陛下为民之害，奸事乱党，身等救父，送朕上岗，还请您将随部送
氏一家乃乱中遭殃，死出意外，亲人追亡，甚至被杀，身心自杀。亚爹想视他为谁，李家上来送言知晓。可少中有人，无视真相，落井下石，无为同党，其实凌月同为四月同葬。神以为陛下初定江山，理当官路普降，看清神剑上二生肖心脏，赐他上京亡灵万丈，给他家族不谁四方，此次爱情一片，便算是两丈，定水称颂天下传扬。恭请皇上真无所罪，生死为外，本不无良，黎民万邦，地久天长。恭请皇上真无所罪，黎民万邦，地久天长，地久天长，地久天长也。正为领将立此也。只见他，只见他，几番手动无光，二家胸中倒有去去回正是我算的难。金房子经过审讯妹，才能可干。这丫头为我苦心画长，刀枪真不见，妇女长云梯，一步登天堂。他比哪吒中年八百强，这张美姻缘，真为皇儿做子张扬呀，恨中你赋予两军计，祈求真是命啊，也在我愿长。乡人所知，倒也言之有理。这是真是怨恨太深，对朕不敬，不能不成。万岁！据臣所知，曾子平是喜好发法，不知让他下发为甚？下发为甚？对，这样既杀了才又成了果，再派他去往罗布寨去，为贼民肃静清风，是此贼也好彰显陛下宽有容人之德，敬天理法之心。这个字好，这个字一妙啊！弟弟，这个字意好狠，这个字意确实是好，是此朕去灭去真是死才下发为神，接着去再去，一生肃静起伏，再不碰朕退朝。生不是死，生不是死，才是生不是死啊！我家理当心怀礼义，报有父亲。心怀礼义，报要出
记，难忘是母，曾曾祝福。纵然是生不如死，也要夸。道道坎坷，道道坎坷。母的母儿啊！好戏歌唱，好戏歌唱。时来运也转，万岁卿下子，从此当国场，相迎配子。今日不去也走此，今日调来金龟子。小姐生性刚烈，不到时候，此事不可泄露。是小姐你子也带他去花园了。该死的，你连个神都困不了，他一定是去了芭蕉，还不与我醉。一生生
现场祭奠，已经过分，万想去八角万万不能与我绑了为去死。妈，弟弟，女儿与真是似笑就有心意，事情他要愿意，女儿去送他，三心三你不要再做梦了，真是去的再去找一汪一汪的，他就有杀掉性命也为不来了。真是一辈子不回来，女儿就一辈子等待。可他已出家做和尚了，他在房外，我在闺中一样被人敬望，一样良心相通。你既这样死心塌地，那我不得不告诉你，百岁下子已封你为太子妃，于中年今年外婚。我也不得不告诉你，杀将别晚婚，我宁愿死在京地。你在违抗旨意，那就等于要了真子的性命。弟弟呀，你为我变得是很多了呀。不是弟弟在变，而是这世道在变，人心在变呐。事情真是性命在你手中，要请求门命，要命求其行。可真是傻事，女儿也一定随他而去。相应啊，相应啊！为父，你就这样来得到为父的养育之恩吗？不是女儿不知报恩，是弟弟的不该欺君害人。记得小时候，弟弟你时时都依从于我，实是杀不得母养的孩子，伤心。今日里求弟弟最后再遇上女儿要我怎样依你？放女儿再见真子一面。我要是答应了，那你今日一见就是最后一面，你是为此死也。当着弟爷永不超生。我们走。夜
江山妇女情深放，地府花香何此情？莫道风光翠花落，难比神心更真意。从今心房遗恨，谁中诉明知故知身飘万事几缘盼自从今太子光光的智慧，与多少人被公费进雷蒙州，至今见你落难，就我有一股神来送迎，真是神经大我啊！神国有子，何必勉强？何况我已是方外之身，更不该留恋这些尘世的事了。太子，你又梦到鬼子提香了？是啊，老弟子，真是哥哥。你们
宁妹，真是哥哥，我担心你被你父亲困死，不能累呀。是差点累不了，他的已经，哥哥已经把我紧紧地关住，可我不能不累呀。我知道，真是哥哥，这一切。心错千句，身虽穷途，更连温馨。可惜是我辜负了你的万千之爱呀！真是哥哥。哥哥，请讲，请难呢？你在我的这颗宝子，它既能解到救命，万事有你把它带在身边吧。多谢您嘞，此次为我洒下。小姐。江上还了，你被殿下应几种日句去还吧。是啊，我俩虽不算赢，可今日聚岁一同一半，咱今一定要赢。给赢的。此婚之计生催命啊父，这生死劫我须巧应付，为保他平安到路。
沿途中风平，浪一行。对北京安安逸，秋声秋上谁更深？从此让风筝断了线，难为你也没安慰把雨那分。儿北京村村安逸，谈乱世声声太混沌。我本是乾坤有人在，今恰身蹉跎岁月负内身。
有了，只怕今生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心到了最难分析，万分心。
观谁看谁看谁？袈裟袍子一袭，是最绝的把心灵，从此决然失空门。三灯梦影里，把诗配颜亮，真可你给宪法提督准备西征了。是该最有理。穷途末路，趁机弃梦而去，你瞧万泪送母。第二，请上水梦一把。休将一场倾盆大雨，冲去这所死的苦难吧。为什么这个女人说
的找到你去了。一定是水里比身高，老丈，你让我们都指望好友。这少爷才有什么手艺呀？那你呀，一定是前世少了贡献了呀。今天就做成你生意。做成我生意。欢迎，请。各位老公，不好意思啊，先付钱再吃饭我还没有吃饭你就要付钱啊？面光菜吃到不好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来。你们听说了没有啊？近来灾区来了一位高僧，能治恶疾，还救了不少人命。对，听说法叫智慧人。哎呀，豪门出身，应靠一颗红绳啊，才去做了和尚。我会听说，不是说到之处才会踩地走人那一定是天上神仙下来了。都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还夸什么神仙下凡？师傅，来歇一歇吧。顺心出庭叫门开，出家人不知不是归，忙他边山来。就是这嘛。三千，我整修偏个贵些，一杯清水，一口蔬菜就已足够，你去求店家不是吧？来，大家再听听，一生几岁，报你多份。经过4万里，店家，我师徒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相信店家是一顿饭嘛。是啊。这个，哎呀，小弟并无在外，请师傅特别吃去吧。这家人不能好为，施主就把谁知这位残羹失去我们。不，这饭菜不干净，这样不得师傅。哎呀，你就好，哎呀，老师，哎呀，我说老子，你不肯死在外，佛爷发怒了，你放心啊。你这腿上有沮丧啊！这条老烂腿出水化脓1年多了啊！那为什么不好好整治呢？灾荒加上瘟疫，这山里土里都是的气，治不好啦。让我这里困困吧。三千。哎呀，都是脓血。等我把脓血写出。脓血一层一张，哎呀，大师不能写，哎呀，不能写。呀。滚就怎样？清凉透心，师傅懂了。这边呀，送给你，早晚各付一支本够用，就可行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年轻高
僧，能是我家。哎呀，莫非这位高僧就是智慧人大师？奇怪，平生不好智慧。哎呀，果然是神仙不是？老丈他把招待你才招待他。哎呀，大师，是的，这番是这公不得大师。哎呀，是不得。哎呀，是呀，哎呀，老丈好嘛呀！你就不懂我了，我就不懂你呀！哎呀，老丈你还有一小点良心嘛！三千，出家人切忌屯真，店家既有不便，我们还是去别处化缘。师傅，小人这里我是分碗米菜，望师傅不要嫌弃。此次多谢师请走。师傅不得，师傅不得，哎呀，师傅不得，提前的，师傅不得，哎呀，秋楼了，肯定是月牙嘛，你这什么高的了？是不是早就放凉了？去跑，去吧。真是放羊，阿弥陀佛。为何这米菜有股色腥味？想必是大汉文艺连连来到，这摘去的野菜也遭污染了哦。阿弥陀佛，原来是老朋友来了。怎么，你也想尝尝这米菜的滋味？不想尝？那是何意呀？只见他为非是王，或低或高，是云林来相告。千岁他今晚团起枪，你是想我自己苦干吃一顿饱？不，大灾年头，店家吝啬也是无奈哟。何况我是出家之人，世代为外，更不可偷着人家东西了。我们还是走吧。离心点儿，这也不离。看来这谷中定有秘密。即刻不该魂飞魄散，谷中是过神哟，血斑斑。
其难存。唐去水库，先皇兰参经文要一参一回，是谁是有种这般中下一用？水难还。Om Abhogya Meyasa Mahamataman Andoma Mandala Halabandaya Om Abhogya Meyasa Mahamataman Andoma Mandala Halabandaya Om飘变影，深入心，玉公子生死不宁，寸步神逃。师父，一问师才是民间，今自我村万姓。真无
方才是不是今日我要多多体谅黎明的辛苦啊！是的体谅，百姓苦的只好用野菜充饥了。三千，方才素日米菜，乃是神用食材啊！苦的只好神去神啊！先就米菜相连，何管是谁恶心，这是不与你我万年皆测方成。万年皆测方成。三千，为师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和尚，本以花园为标，在路上不慎踩死了一只青蛙，于是他为自己杀身之过，整夜心神不宁，总觉得半夜有鬼要拉他进地狱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又回到那条路上，发现昨晚踩到的不是青蛙，而是一条苦瓜。心惊顿时失算，可见天堂地狱一言之间，似水深水一念之内，一念之尊可有天狼之比。天灾人祸皆有因果，算念恶念也不自遥啊！被师傅这么一讲，我也好像悟到一些我应所心来了。发发圣光，要断绝所言，了无损益，少不得险些苦修啊！三千，放在街上名路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是朝终于大喜，万岁大赦天下，到这去来帮了。阿弥陀佛，但不知这大喜大喜啊，大喜三千。哎呀，就是中年太子，我乡邻小弟被当真亲啊！什么？他们俩拜他成亲了啊！两位师选一些。明白，你方成
刚人无道，断所为什么分他魂心，思君少年有烦郎牵绳，为什么色空空色难以空？算心求情，好难行。为什么江山难事？因此泪一寸是剪不断啊，理不清。看真是肌肤为心，结从是与夫为根，须熬饮。那法经上不是还是，佛子本愿一生心，算一不人精神心，记得养润年，不知谁的心，相应家中年，本是好为神。只愿他花人就是红日红，我修给为他前人做佛度诵经，诵经后不就不的思想真先生。
且为什你天下作什丰盈，可望儿一病不起，太医也所虽无忌。万岁心痛无奈，张邦寻求神医，尚能妙手为成。无关贼丧阴切粮，有关贼连生三劫，可望把铁叉把上，无有人血落地。菩萨菩萨，求你救救我儿相宁呐！今天好点了没有？陛下，三思本同意，来路即西路，哀家已经定在道光，你就望着把王儿好好抚养。子头。子头，听子同盘算色归路，恨不能将他所有拼图一举故，十落言怎为此他动他有心思藏，怎才更还得他母子多加关与恨无自同啊
接报进宫来了。哀家已经定杀高火，快神息引领，当发他去吧。啊，可听说那高僧私下聚在救了无数人民，送进去后超度了2万王翁，乃至1万门几人。啊！万岁一下子命他立刻进宫为娘娘牵线把门。喜悦高僧到，高僧请。有事惜神非，不堪为师，莫为师。
平生见过娘娘千岁，平生谢娘娘。娘娘之病皆因心气郁结所致，只要心结荡开，便是算仙缘。平生这里有宝子一空，可见娘娘贵呀。凡事皆有宝子，快拿这家一块。娘娘，这个宝子，好似美家的秀文呀！请问大师，这个宝子从何而来？此宝子乃我西游佛门师兄所赠，是你咱们师兄所赠，可是俺家已经无药可救了，法师，请问吧。娘娘，此佛只乃我师兄祖传之法，还在口中可以救命吗？还在口中可以救命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法师，俺家想想法师，当天一生。娘娘要当听的是谁？这个人同你一模一样，他也是个出家之人，说明就讲真是。娘娘要当听此人，平生不但神圣，而且就是我那佛门师兄。就是你那个门师兄，那哀家正好有啊，托你娘娘，请讲。你师兄因素不传神龙在，我应将历史难登那台，请转告一无花香从你一旁涉过远的无人生死。这家人踏上三千云水路，十方之内世代，为不相公中少问师兄，他敷衍的真人一生美，算心字一往情绪一片黑。
兄修正归。身放此回路，娘娘，我与师兄结为浪迹天涯之人，彼此心心投合，重复应会。我俩常在船灯梦影里无数衷肠，共送分界。既是此，发誓可非为哀家送进齐房。准子。
家有桩心事，临终前，请发誓一定要转告你师兄。别生，一定转告，一定转告。告诉他那恩生一生，你也心啊，我会伤了他的关锁情。傻飞为他留下一条根不造成心田抗昏，心田生浪。苍天啊！分此言是有生非破，巨浪奔涌。吃掉根比他生父内是难从，不亏他乞讨还不清这心贼。后知前去犯君从。皇上对哀家怜惜恩宠，待太子比亲生我亲，他真是一位世人中的世人啊！是啊，师兄妹妹弟亲都关爱在心中啊！娘娘，请将宝子还在口中，可以救命呐！不必了，风雨少离人，闻怕随风去。我只发誓，你空会明白哀家的心啊！明白，明白。事情缘分归乎是算，聚散离合，也曾是
子孙儿祖，啥能草船得寄托，无分一己谁心中。必胜定将这无乱意转告师兄。法师，为谢你受我所托，请转过身来，神将不，平生是不起洋洋千岁之宝啊！法师忠心有功，哀家也定要办。其实我心中一阵千庭香，其实我
已经。生有缘，夜有秋，归宿有门，夜有空。历经苦难沧桑，穿越地老天荒。看破放下的自在，趁我即是